胡博士，各位同工，大家好。今日我希望同大家分享一下有關制定英文科課業及參考評分準則嘅反思同埋檢討。首先喺教學方面，今年係我嘅第5年教學，亦都係我第3年擔任英文科科組主任一職。喺科組事務方面，我主要係負責推行電子教學同埋跨學科閱讀，而喺課外活動方面，我就負責 English Drama。喺科組裏面，我哋有大多嘅同事都已經服務學校超過10年至20年，同佢哋嘅相處係有利有弊嘅。的確，佢哋嘅經驗可以幫到我學習更多。但同時，因為有新同事，我哋新同事同埋舊同事之間必定會存在一啲對於唔同事件有唔同睇法嘅情況，所以我就要作為中間嘅協調者，去平衡各方嘅意見。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喺一次制定課業同埋參考評分準則嘅一次經驗同埋反思。而呢次嘅經驗唔只係涉及咗評核制度嘅改善，更加令我深刻咁樣體會到科組主任喺學校領導同埋專業發展中嘅重要角色。相信其實好多科組主任都有曾經面對過家長質疑評估準則嘅情況，唔知道大家又係點樣回應嘅呢？咁喺呢一個行動嘅起初目的，其實我哋係希望建立一套標準化、結構清晰嘅評分準則，避免因為模糊同埋唔一致嘅情況，令到家長同埋學生會起疑慮。同時都希望為一啲新加入嘅老師提供更加清晰嘅指引，令到佢哋快啲掌握評核要求。最終嘅目的係令到學生可以反映佢哋嘅學習成果，同時都兼顧到佢哋嘅身心發展。咁而呢一件事件嘅起因係因為有家長投訴，我哋喺唔同嘅參考同埋功課裏面都有唔同嘅準則，所以就令到佢哋覺得好含糊，同埋會有好迷茫嘅情況，唔知道點樣同學生溫書。所以我就同科組嘅同工去共同制定咗一個新嘅評分準則，並且推行咗之後，收集同事嘅意見。好啦，家長嘅疑慮解決咗，但係今次就到同事嘅疑慮喎。結果發現，雖然準則提供咗方向俾啲同事，但係同事就覺得有啲嘅準則係太過死板，有啲咧又未能夠去涵蓋所有未可能發生嘅情況喎。咁所以同工又提出咗，不如我哋俾更加多嘅範例同埋更加仔細嘅指引佢哋。咁如果呢個時候你係個科主任，當同工對政策提出一啲嘅意見或者反對嘅聲音，你會即刻去修改個準則啊，定係堅持原本嘅準則呢？呢次嘅經驗就令我明白到，科主任嘅職責係要去監督教學質量，並且確保所有評分準則嘅公平性。所以唔係淨係去平衡同事嘅意見。但係當然，同事嘅一啲嘅意見，我哋都係要去聆聽同埋去接受嘅，並且不斷咁樣去循環 PEPIE 呢一個嘅循環評估、策劃、推行，令到科主任我哋同埋我哋嘅同工都可以靈活咁樣去調整，不斷咁樣去提升我哋嘅教學質量。咁接下來咧，我哋科組主任就會去增加更加多嘅具體範例啦，令到老師喺評分可以有更加嘅多嘅依據，亦都會去定期進行一啲課業嘅察查同埋事後檢討，確保準則係可以真正反映到學生嘅學習情況。而我哋亦都會去建立一個持續回饋嘅機制，令到同工可以即時提出改善嘅建議。我亦都會去強化科組嘅專業學習社群啦，令到教師之間可以去互相去交流嘅。咁呢一件事呢，其實呢一個經驗唔止係我哋同組嘅同事應該知道喎，學校嘅管理層啦，同埋家長呢都要知悉我哋嘅評估政策嘅方向同埋我哋嘅理念。因為我哋唔只係想希望去量度學生嘅分數，同時亦都係希望佢哋可以去發展全面，而呢個透明度都可以加強家校嘅合作，同埋推動我哋嘅進步。總括而言啦，呢次嘅經驗提醒到我，科組主任嘅角色唔止係制定政策，仲係學校領導喎，所以我哋要不斷反思、調整，同埋令到學生可以有最大嘅利益。
好似文獻咁講啦，科組主任嘅領導係可以推動教師嘅專業成長，建造積極嘅教學文化，而最終學生就係受惠嘅嗰個人啦。咁我今日嘅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